嘉义县阿里山因为这几天落雨，这山路是真歹行。在下晡有民众伫咧凤山村的水漾森林咧脚骨落掉，消防警官爱10点钟甲伊送落山载去病院。另外17中昼伫咧蒲阳山的爬山步道，也有人出落去行煞来受伤。加在这2站以外，这伤者拢无要紧。不过上界重要就是这救援人员为咱伫咧辛苦操作。 16下晡接到民众爬山受伤的消息，消防人员赶紧整理装备，要入去山内。经过1暝的时间，17早时虽然找到受伤的民众，但是天气歹，直升机无法度救援。消防人员只好将伤者抬落山。救灾人员以头戴搬运方式轮流被覆盖上患，历经约9个小时，约晚上8点半抵达仁庭登山口，后续又入屋9号送医。早前一部救人的阿里山消防分队也未落山。17中昼阿里山区的蒲龙山嘛传出有山友骨折受伤。 本期消防分队嘛连绵出发去救援，加在2边的救援拢真顺利，受伤的民众伤势拢无介严重。跌落约20公尺处之山谷，立即派遣奋起5级山河救出分队前往救援，现场以软式担架及斜坡拖拉方式成功救出。无到24点钟，阿里山的山区因为爬山连续发生事故，嘉义县消防局呼吁要爬山的民众，这阵啊山区的天气无好，一寡山路会较骨，民众爬山要注意安全。 避免发生意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